為咗令大家更安心地喺中山呢個城區置業買賣房屋，咁啊文仔做一個好重嘅決定，就重新打造一個 YouTuber 嘅賬號。咁呢個賬號叫做呢班後生仔啦。咁呢班後生仔咧嘅總資歷咧一定會比文仔高好多嘅。反而我喺呢個行業咧都係我剛剛入門嘅啫。嗱，今日呢班後生仔資歷非常之深厚，功力非常之深厚，我相信一定幫到大家中山更穩陣、更有信心地、更有誠信地揾到你心目中嘅家。咁我哋正式介紹呢個團隊，有請我哋呢班後生仔嘅第一位成員，第一位佳麗 Marco 哥。Hello，各位朋友，我叫 Marco 啊。可能我人細鬼大，佢哋個個都叫我歐哥喎。咁樣其實我做呢個地產 agent 咧都做咗好多年㗎啦。嗱，我哋呢個門店咧就係樂園天命豪庭店嘅，係貝殼旗下嘅。咁樣我哋喺呢個位置都已經我哋喺呢個位置踏入第9個年頭㗎啦。咁我哋呢個門店咧，距離嗰個石岐區政府同埋2個4代住宅龍湖香山頌同埋陰陽漁場嚟講咧，只係唔夠500米嘅範圍嘅啫。咁呢一邊嚟講咧，嚟我哋由你講。我哋呢個片區嚟講咧，就相當之成熟㗎啦。嗱，好似先講交通啦，我哋喺呢度揸車上高速嘅，上廣州高速，大概都唔使10分鐘嘅。嗱，附近有2個地鐵站喺度整緊，係整緊嚇。而家23年開始整㗎啦，計劃係明年開通㗎啦。一個石岐站，一個旗杆道站，一個交通，一個飲食啊同埋配套啦。嗱，講飲食嘅呢度附近就好多啦。石岐嚟講就以乳鴿出名啊嘛，咁石岐佬做得幾好嘅，咁距離我哋呢度大概行路出去都係10零分鐘嘅啫，包括麥家鴿啊，你話飲茶想近啲嘅，一行去嗰個以前叫太傅軒，而家叫金富軒，5分鐘行到去噶啦。嗱，醫療嚟講咧，中山最好嘅3甲醫院、人民醫院，距離我哋嘅直線位置都唔到1公里嘅。如果係想睇中醫嘅，中醫院嚟講啦，我哋開車大概10分鐘，仲有一個博愛醫院，都係1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咁咧，包括中醫院同埋人民醫院嚟講咧，香港嘅醫療券係可以喺度使用嘅。仲有一個商業嚟講咧，一個金鷹廣場啊、Coco City 啊，同埋嗰個富日城 Top Park 啊，揸車都唔使10分鐘去到嘅。咁公園嚟講更加唔使講啦，我哋行6、7分鐘可以去到富明湖公園。如果係再想大啲靚啲嘅，去到旗江邊嗰度有一個水生植物公園啦，同埋嗰個體育公園。哇！包括嗰個羽毛球啦、乒乓球啦、籃球啊，呢啲全部都係免費嘅。你話想游水嘅，呢度行去石岐體育館同埋石岐中學，唔使10分鐘。石岐中學仲近啲，5分鐘都行到去咯。佢哋嘅游泳館個設施都相當之唔錯嘅。你話想打匹克球嘅，去到富力中心對面嗰匹克球館，行路都係10分鐘行到去啦。所以呢片區嚟講咧，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香港嘅朋友過嚟嘅。另外，我哋呢班團隊嚟講咧，個個都係本地人嚟嘅，同埋嚟講咧有相當之經驗。我希望我哋能夠成為各位朋友喺中山置業、買房、租房、裝修嘅慢工足。我哋秉承一種先做人後做事嘅風格，希望得到大家嘅支持。咁啱先嗰位 Marco 哥咧喺呢個店咧係屬於一個店東嘅一個角色嚟嘅，為人非常之厚重同埋誠實，得到大家好多嘅公認、好多嘅認可。咁接住嚟，我想介紹第2位佳麗，呢個佳麗咧就叫做多寶。咁呢個多寶姐咧係一個非常之有實力，亦都實力非常之強勁嘅一個大姐大嚟嘅。咁咧佢都榮獲咗我哋短短呢個樂園嘅前1年時間係04年嘅一個新房，即係喺二手呢一批係新增量房源 Top 3嘅，而且咧佢係一個議價能手，即係如果大家做二手揾佢咧，揾阿多寶姐咧係一定係掂水噶啦。咁我哋請多寶姐出嚟。Hello， 我係 Bobo， 亦都可以叫我多寶。咁我係從中山咧1200蚊一方嘅時候已經入行做地產呢行噶啦，當時係響一手嘅發展商嗰度買房嘅。咁到40歲嘅時候先至轉做中介賣呢啲二手同埋一手房嘅。咁我哋呢個門店咧距離
中山嘅首個第4代住宅其實係好近嘅，就係我哋呢個門店嘅後邊。如果行路過去嘅話咧，大概都係5分鐘左右就到達㗎啦。咁另外嗰個陰陽御神，亦都係喺香山眾嘅隔離，咁行過去大概8分鐘左右啦，咁係非常之近嘅。咁呢兩個樓盤咧係中山嘅第4代住宅，點解定位喺呢個片區咧？因為呢度係中山重點打造嘅旗江新城片區，咁我哋門店喺呢度，其實就係因為呢度嗰啲一手盤非常之好買啦，咁所以我哋都堅守喺呢個位置。咁另外咧，仲有4塊地都係拍賣咗出去噶啦。咁而家呢段時間密鑼緊鼓在起緊嘅，咁好快亦都會上市噶啦。咁呢度咁多嘅一手盤可以供你哋啲香港嘅朋友選擇，而且全部都係帶精裝嘅，3500到5000蚊左右一方，非常之靚。基本上咧，香港嘅朋友買咗嘅話，稍為買啲家私電器啊，就可以領包入住噶啦。咁係非常之適合你哋香港嘅朋友嘅。咁如果係需要買一手房嘅，記得揾我哋呢班後生仔嚇。得掂水嗱，真係犀利嘅老前輩，真係老前輩。講真嘅佢咁多寶姐咧，由入行到而家呢一世裏都係做呢行嘅。咁你話夠唔夠資歷？勁唔勁先？接住嚟介紹呢隻佳麗，特別掂水客喺2025年度榮獲我哋樂園96間店年度新銳標杆 Top 10係范金浩，叫做 Fanny 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Fanny 啊。嗱，喺中山咧，如果要買二手房嘅話咧，真係我覺得喺呢一個片區非常之好嘅。嗱，有啲乜嘢咧？我哋隔離嘅一個津園，話津園即係中山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，因為佢嘅物業同埋咧佢嘅管理啊，同埋住嘅環境非常之優秀嘅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如果想要次新房，啱啱最新出爐嘅話咧，就係華發學府1號啦。10月31號先啱收樓，已經有幾間嘅次新房出嚟，全新未住過，非常之好嘅地段。仲有一個首府就喺我哋後門一出去呢一度，咁咧佢都係3年嘅樓齡，靚唔靚仔啊？話次新房你一日都未住過，阿凡幫你去揾。咁仲有咧就係一個中旅彩虹啦，呢個挨住中醫院嘅，仲有華潤銀行嘅公園4季，哇！呢個新加坡園林非常之正。最新嘅交樓咧又收咗一批新樓啦，所以次新房又出嚟一啲。咁想要全新未住過嘅次新房，你呢度係非常之 OK 啦。仲有一個就係富一城津園，同津園係同一個老闆嘅一個開發商。咁呢個樓盤咧就非常之靚仔，因為 top park 你落去成個摩俾晒你，你可以吃喝玩樂，任你買乜嘢都 OK 嘅。有多小朋友係咪好開心咧？呢個周邊嘅配套，仲有榮利嘅巴士，係咪好方便咧？仲有德寶怡高，德寶怡高咧呢個盤非常之靚仔，夠大，因為佢分德區、怡區、寶區，係咪夠大？咁如果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咩咧？鴻瑞一品，哇！呢個咧真係因為我哋香港人都中意健康啊嘛，中意游水，中意運動，呢個下沉式嘅會所就非常之配套啦。所以香港嘅朋友如果年後想揾二手房嘅，咁就揾我哋呢班後生仔。嗱，Fanny 喺度隨時等你哋揾我 ，OK？ 係啦 ，Fanny 姐咧都係華發學府1號嘅業主嚟嘅，咁文仔係德寶怡高業主啦。一睇 Fanny 姐咁中意介紹，講到都笑咪咪嘅，咁你一睇就知係中意係嘛，好中意買樓嘅。咁我未來恭祝阿 Fanny 姐業績大爆，買好多嘅樓啦。咁接住嚟介紹第4位佳麗啦，呢個佳麗咧係成個 team 嘅一個得力助手嚟嘅，去到邊都有佢幫手嘅一份，亦都資歷非常之深厚，接近有11年嘅工作經驗啦。呢位得力助手，我哋有請叫做 Kelly 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Kelly 啊。中山樂園咧係貝殼平台旗下嘅核心新經紀品牌嚟嘅。咁我哋係專業做一手啦、二手啦。一手房咧，我哋係唔收佣金嘅。咁二手咧，我哋有7大安心服務承諾。咁第一個咧就係保證房源嘅真實。如果有假房源咧，我哋係會必賠嘅。第二個係資金監管，保證買賣雙方嘅資金係安全。
第三個係不食差價，如果有食差價嘅話，我哋係必反嘅。第四個係交易不成，買賣雙方嘅佣金都會退嘅。第五個，如果過戶嘅時候黃跑，會補翻嘅路費。第六個，如果物業欠費咧，平台係會先墊付嘅。第七個，房屋漏水咧，平台係會補損失嘅。貝殼咧係香港嘅上市公司，咁我哋中山樂園咧11月嘅業績咧已經係 Top 1嘅門店，咁之前咧我哋咧仲有2個好多嘅獎嘅，咁所以你揾我哋買房賣房咧，我哋會有專業嘅一條龍服務，令到你會更加安心同埋更加放心。所以香港嘅朋友如果想喺中山置業，記得揾我哋呢班朋友仔啊！係啦，咁咪我哋掌聲俾啲Kelly 啫。嗱，主要係想同大家講一樣嘢係咩咧？咁呢一個位置咧，嚟過嚟先啦。咁咧係我哋平時嘅辦公位置嚟嘅。咁啊文仔咧就中意坐門口嘅，我哋簡稱叫坐台。咁跟住咧呢個位置咧，成個都係辦公區。咁啊貝殼嘅成個交易法則咧，包括嘅承諾書咧，全部都會喺呢度全部展示俾大家嘅。因為我相信好多香港朋友仔係嘛會聽過國內有個叫貝殼找房嘅 Apps， 咁一聽到貝殼，信心特別十足，係咪先？加上有呢一班後生仔嘅加持，所以今年文仔協呢一班後生仔共同努力再做一棵樹。咁呢一棵樹係 YouTube 個名，大家記住啦，叫呢班後生仔啊，咁就係呢班後生仔啦。咁我哋掌聲俾翻我哋先，好唔好？咁未來1年2026年或者之後，從今日開始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，祝大家馬到功成。OK。